匯金證金公司嘅最新動向咧，無疑係掀起投資者嘅神經嘅。我哋可以觀察到啊，從最新數據顯示咧，匯金證金公司佢哋喺今年二季度咧有相應嘅退出嘅動作。以今年最新公布二季度業績嘅貴州茅台為例咧，貴州茅台嘅前10大股東名單裏邊咧，已經係唔見中央匯金同埋證金公司嘅身影啦。咁由此可見咧，喺今年二季度，中央匯金證金公司已經係退出貴州茅台前10大股東嘅名單。咁喺今年嘅一季度啊，其實匯金間證金公司咧依然係穩居貴州茅台前10大股東嘅位置，而佢哋嘅持股佔總股本比例咧分別係0.83%同埋0.32%。但係我哋具體細分一下，從今年二季度貴州茅台最新公布嘅10大股東名單裏邊咧，最低持股比例啊係0.32%，亦即係話如果證金公司退出貴州茅台前10大股東嘅名單咧，咁有可能佢目前持有貴州茅台嘅股數佔總股本比例只有0.31%。如果佢係0.31%，咁因為佢未達到0.32%前10大股東最低名次嘅一個持股比例咧，所以亦都未能夠公開披露佢嘅最新持倉結構。咁反映出一個咩問題啊？反映出呢一次匯金間證金未必係清倉茅台，而係選擇有序減持、有序退出嘅方式。咁對投資者嚟講，佢哋可能比較關心一個問題啊，點解喺茅台估值比較低嘅時候，匯金證金卻選擇減持茅台，甚至係清倉茅台呢？背後原因又係咩呢？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啦，好可能會考慮一個問題，就係茅台今年以嚟嘅整體業績表現並唔係特別亮眼，其中今年二季度呢，茅台嘅營收係小幅增長，但係淨利潤呢亦都出現咗不到2%嘅同比降幅。咁對於茅台呢一份數據啊，係建立喺今年以嚟已經係連續2-3次嘅提價嘅基礎之上。咁如果冇咗呢一次嘅提價影響呢，咁可能茅台嘅淨利潤嘅降幅可能會更大。咁呢個亦都係市場比較關心問題啦，就係對於茅台嘅盈利拐點幾時會確立，或者係茅台呢一次嘅白酒深度調整周期幾時會結束，呢個亦都係投資者比較關心問題。咁從目前茅台嘅公開數據嚟睇呢，似乎對於呢一輪嘅白酒調整周期呢，仲未有一個明確嘅拐點。咁接落嚟呢，對於白酒行業包括五糧液啊、山西汾酒啊、瀘州老窖啊、古井貢啊呢一啲頭部嘅白酒公司將會陸續披露佢哋嘅二季度嘅業績。咁茅台業績表現咁弱，咁不排除對於其他嘅白酒公司嚟講，佢哋今年二季度嘅業績啊可能會表現得更加弱啦。咁當然對於整個市場嚟講，如果白酒行業嘅盈利能力進一步下降呢，咁市場對佢哋嘅盈利拐點啊亦都可能會重新嘅審視。咁可能呢個因素亦都成為咗匯金證金減持嘅原因，就係可能睇唔到呢啲消費行業啊幾時出現一個確定性嘅拐點，咁盈利業績持續下滑呢，亦都成為大資金持續減持嘅原因之一。咁對於茅台今年上半年淨利潤下滑1.95%啦，咁呢個數據咧並唔係特別亮眼，但係我哋可以從細分數據嚟講咧，茅台經過今年以嚟嘅市場化改革之後咧，已經係睇到一啲樂觀嘅信號喎。其中從現金餘額嚟睇咧，今年以嚟咧茅台嘅現金餘額咧係突破咗1800億元，咁較今年年初嘅現金餘額咧係增長46.8%啦。咁另外通過 I 茅台嘅數字化營銷平台嘅今年嘅表現亦都係相當亮眼嘅。從今年6月份嘅數據嚟睇咧，截至今年6月份 I 茅台嘅已經累計用戶註冊數量已經係達到9643萬啦。今年以嚟新增咗1000幾萬嘅註冊用戶，同時從銷售收入嚟講咧 ，I 茅台今年嘅銷售收入係同比增長274%，呢一系列嘅數據都係相當之亮眼嘅。呢啲亦都反映出茅台嘅現金儲備依然係非常之充足，足夠抵禦各項嘅風險問題。第二咧就在於茅台嘅
已經揾到新嘅盈利增長方式啦。咁啱茅台嘅崛起咧，亦都反映出茅台嘅數字化價值正喺度不斷提升啦。咁茅台嘅數字化營銷平台嘅轉型啦，亦都係加快推進嘅。呢個有利於未來茅台能夠更好咁樣立足，更好咁樣穩住佢嘅基本盤。咁綜上所述咧，其實茅台今年二季度業績唔係特別亮眼，但係從細分數據嚟講咧，佢係俾咗大家唔少嘅驚喜。咁由此可見咧，如果一旦白酒行業逐漸走出低谷，咁相信茅台亦都係第一批率先走出低谷嘅行業企業啦。咁對於匯金證金公司嚟講，佢哋呢個時候選擇減持茅台，甚至係清倉茅台，咁係唔係意味住整個行業板塊底部將至呢？咁其實匯金證金呢，有啲似係類嘅平準基金嘅角色，咁喺市場熱度過猛嘅時候呢，咁類平準基金都起到為市場降溫嘅效果啦。喺市場比較低迷嘅時候呢，類平準基金亦都起到為市場補充增量資金嘅影響，從而推動市場嘅觸底回升。咁我哋睇到其實呢一次匯金證金減持茅台背後呢，或者考慮到幾個問題。第一個就係資產配置嘅需求。咁對於茅台呢係屬於傳統價值股啦。咁如果匯金證金公司等機構投資者過度去配置呢啲傳統價值股呢，咁一但傳統價值股步入熊市，大市場資金過多咁流向科技股呢，咁好可能會因為呢種資產配置方式而導致大資金與豐厚利潤失之交臂。咁另一個考慮就係考慮到時間成本嘅問題啦。我哋睇到貴州茅台從2021年開始呢，累計調整週期已經係長達5年時間。咁如果2021年匯金證金以相對價格買入貴州茅台股票呢，咁亦即係話持有5年時間，唔單止係冇收穫豐厚利潤，而且呢係仍然處於虧損狀態嘅。即使咁多年以嚟呢，茅台係採取比較可觀嘅分紅措施啦，但係與資產價格持續下跌相比呢，呢啲分紅又算得咩呢？咁除此之外啊，其實對於匯金證金公司嚟講，佢哋亦都更可能考慮到未來嘅投資回報預期嘅問題。雖然話匯金證金係扮演住類平準基金嘅角色，但係與真正意義嘅平準基金呢，仲係有一定嘅差距嘅。因為對於真正意義嘅平準基金嚟講呢，一係唔追求投資收益，而且咧，對於佢哋嘅投資運作係比較公開透明、陽光化運作，係唔存在資產套利或者係資產獲利嘅需求。咁另外咧，對於平準基金嚟講咧，佢嘅每一筆嘅投資啊、大舉嘅買賣嘅操作咧，更大程度上咧係達到平穩市場嘅效果，而且咧佢呢種動作嘅操作手段咧係比較有序嘅。而唔係話幾時想一件清倉就一件清倉，所以目前證金匯金與平準基金嚟講咧，仲係有一定嘅差距相比。咁其實對於呢一次嘅匯金證金減持茅台嘅動作啊，更可能會考慮到資產配置嘅需求或者係時間成本嘅要求。此外咧，就考慮到成個市場投資風格嘅因素。咁如果證金匯金公司先後減持茅台，甚至達到清倉狀態咧，咁不排除咧，咁呢啲資金可能會流向更具有賺錢效應嘅硬科技板塊裏邊啊。但係對於整個市場嚟講咧，市場機會總係不斷變化嘅。咁過去硬科技持續強勢咧，咁未必保證未來一段時間裏邊咧，硬科技能夠繼續保持強勢喎。咁講明咩問題咧？如果幾時白酒行業開始出現實質性嘅拐點，咁幾時候咧，茅台開始步入新一輪嘅上升周期，咁不排除未來呢啲曾經拋售茅台嘅資金咧，亦都會捲土重來。因為對於呢啲資金嚟講咧，佢哋本身仲有比較強烈嘅逐利性咧，咁邊度有賺錢效應，資金就會跑去邊度，咁邊度有虧錢效應咧，咁資金亦都會加速逃離啦。咁所以咧，對於茅台呢一次出現匯金證金減持嘅行為，甚至係不在前10大股東嘅名單咧，其實投資者係不必過度擔憂嘅。咁一旦白酒行業再起升勢，市場賺錢效應再次回歸咧，咁好可能呢啲曾經拋售茅台嘅資金咧，亦都會再次
介入，重新回流到茅台等白酒行業裏邊啦。咁對於茅台股價持續下跌，或者係整個白酒行業拐點幾時出現呢？你認為背後原因係乜嘢呢？咁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講講自己嘅講法，同時亦都歡迎大家關注我節目。我哋下期節目再會。